灣嘅發展真係一日千里，近呢幾年真係多咗好多新嘅地標式建築物。呢日身為集團董事總經理嘅何超瓊為新落成嘅商場主持開幕儀式，有份出席嘅藝人包括 Kelly 陳慧琳、Anna R、Lisa S、Amanda S， 個個都悉心打扮，盡顯女人味。以為人母嘅 Kelly 風采依然，每次出席公開場合 ，Kelly 都一定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蝦餃仔。今日第一日餵佢食糊仔咯嚇，第一啖就俾爹哋餵佢咯，咁跟住我又餵下佢咧，好笑咯，拎住個羹咁樣喺佢面前咁，佢直頭係兩隻手咁樣搶住食。佢冇話咁中意食嘢咧，會唔會個身形都比較即係脹啲？佢都脹㗎，佢係屬於大隻 B 嚟㗎，係啊。咁買衫有冇即係買大啲嘅都要？啊有啊，最衰朋友成日送啲0至6個月嗰啲咧，完全唔啱啊！要買1至2歲嗰啲咯。其實佢係 over 個 size 都 OK。佢係長啊，佢係即係似你同埋似老公，即係身形比較長手長。係啊。近日 Eason 陳奕迅對於狗仔隊追訪女女一事感到非常不滿，被問到 Kelly 怕唔怕第日蝦餃仔成為追訪對象，佢就表示開始同仔仔練習點樣面對鏡頭同大家打招呼，不過影還影，一定唔可以嚇親蝦餃仔㗎。擔心將來再大啲嗰陣時咧，有人會跟你個仔。我預咗俾人跟㗎啦。咁你有咩對策啊？咪最緊要就係希望啲記者唔好嚇到佢，即係你跟還跟，你眯埋咁影佢冇問題咯嚇。咁但係忽然間飆出嚟揾個閃機咁閃一閃佢，喂，大人都嚇到不知所措啦，何況小朋友係咯。希望即係記者朋友合作啲，即係因為佢小朋友即係偷偷地好咯。咁我都會教阿 B 就盡量 friendly 啲咯嚇。